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26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天狗日的疫情持续延烧，为了有效控制疫情，台南区公所甲罗里门圣母庙特别联手举办土城地区天狗日防疫计划，由圣母庙出钱出力协助当地百里，佮发动信徒加入自清的工作，同时进行喷药啊，决心消灭天狗日。为建立无网家园，土城圣母庙甲安南区公所26号合作办理土城地区天狗日防疫计划，联手对抗天狗日疫情。这次活动由圣母庙出钱出力，协助土城地区城中、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山仑、青草、学东等百里，发动信徒加入自清的工作。另外，冒请环境清洁公司进行喷药啊。展现出彻底消灭病媒网的决心。拜托着咱台南市民呢，尤其咱的宗教、咱的公司庙团，一定要配合着咱所有的里长、咱的区长、地方，来甲咱的台南市政府来甲斗帮忙。十只肉羽化了，伊一世人生的卵加起来，我1万只。这1万只的蠓啊，若出事了，咱要甲拍好死，那个真的是比登天还难。所以讲，咱发现这个积水容器。咱随手甲拼掉，拼伫咱的，不是拼伫水沟哦，咱拼伫咱的柏油路，还是咱水泥地上面，自然这1万只都无去啊。所以讲，知青的工作真正非常的重要吼。咱巡道清刷绝对是登革热防治的不二法门。台南市长黄伟哲的太太刘玉清老师嘛特别出席活动，现场示范巡道清刷防棒4个步骤，好叫民众做伙来为防疫打拼。3倒，好，把这些积水容器全部倒完。好，如果您的水桶已经不要一样，我们刚刚讲的，请你把它清除给垃圾车。对抗天狗疫情，喷药台网只是一种手段，消灭自身源才是防疫的根本。区公所甲圣母庙合作办活动，就是希望会当让更多民众了解自身的重要，唤起社会各界齐心行动，防治天狗日。安南防疫，公私协力，赞啊！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南区区公所为了落实市长做甲更加好，互市民过了更加好的政策，以幸福南区爱无断电为主题，促成南区行善团关键发电机，互厝内需要24点钟使用卫生器材民众，26号的受证关键仪式，包括市长黄伟哲甲多位民意代表贵宾，拢到场见证这项有意义的活动。厝内如果有使用呼吸器或者是氧气制造机等卫生器材，虽然有备用的电池，不过如果停电超过1点钟，患者可能就有生命的危险。加上风台季节甲热天用电的高峰，南区区公所特别配合爱心行善团，捐赠1批发电机，予厝内有需要的民众使用。不断的告诉这个卫生系统的家属，就是说，当停电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发电机，让它能够延续它的生命啦。可是你知影讲，通常一般也有这个情形的家庭，相对伊的照顾各方面嘛是足辛苦。所以阮就借由阮南区成立以来的行善团，阮行善团足深色哦，内底有里长，嘛有足善心的人士，嘛足侪企业家。因拢会随喜来赞助各种的爱心的活动。阮希望讲以后这个活动，互大家知影讲爱有断电啦，百姓也有需要拄到这款的困难需求，买讲赶快甲公所来回报，阮买借过这个平台，尽量去给到帮忙。7月初才成立爱心行善平台的南区区公所，透过这个的媒合，促成爱无断电的活动。嘛得到市长黄伟哲大力的呵乐，未来将在各区持续推动爱心平台。市政府能够做的，我们在有限的预算里面，我们希望说也能够跟各位一起做哈。那我们现在先建构了一个公益慈善平台，将来这个资讯都会透明的。例如说，
譬如说我们南学慈善会，这次发动爱心，捐赠了100米多少包给南区的什么里，大家都知道。接下来下一个要可以做其他还没有受到帮忙的。我觉得这样子大家分工起来，一方面让爱心得到发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第二个，大家不会重复资源，不会浪费；第三个，让许多接受到爱心的人，他心里面会心存感谢。伫公部门推动加上善心人士的赞助，会长毛民意代表加入文学、加关3大的善行，同时嘛得到区长一来受证，并且颁发感谢状。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提供民众好的休闲环境，安平区国宾里长动员里民做伙修整照护，重新规划活动中心所在地公园，和社区公园整个换新，并且正名为国宾公园，26号甲摆启用。位伫安平建并设计国宾里活动中心，因为周边拢是绿地一载，过去号做中林公园，不过因为欠缺维护整理。现在透过里长蔡明宏发动里民重新来规划，整个公园焕然一新，并且正式正名为国宾公园，上午举行甲摆落成启用。里长遮尔用心，就是要提供咱里民一个好的环境。配合着咱的公所的协力，会当互咱的这个社区有一个最好的这个休闲的所在。其实咱的社区公园，自从咱过去赖市长、李市长，过去柯市长，大家努力柯市长这好望角嘛，做了为伊开始做了足济，所以呢，咱的政府一帮接一帮。其实我看过来足济这个邻里公园这个算。排名前3名的。市长表示，伫邻里公园当中，国宾公园的环境绝对是3名内。加上公园当中阁有空地舞台，伫上午的启用仪式过后，嘛有石门国小的学童表演。有遮尔好的公园场地，市府嘛希望市民会用个多加利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应用铁路地下化工程，北区中营地下道将要封闭一档铺设便桥，造成地方环岛会出现交通黑暗期。立委陈廷辉26号第2度召开会议，邀请铁道局、交通局、警察局以及地方的里长有交换意见，希望会当解决交通的问题。8月底开始，中央地下道就要封闭一档时间，期间会造成周边交通不便，和附近的居民感觉到担忧，向立委陈廷辉陈情，希望会当帮忙协调，找出替代道路以及交通导引的方案。立委陈廷辉26号再度召开说明会，请来铁道局报告后续的配套计划。我们还是采取大范围的用疏导的方式。那在这个周边的部分，那用一些管制，那以及一些配套的措施，包括人力啦，包括各个方面的一些配套的措施，尽量能够让这个黑暗期的话的交通能够更顺畅一点，然后让这个期间能够更缩短一点。立委陈廷辉表示，铁道局一直爱将配套做好，避免引发命运。我们一定要把周边所有的事情都配套做好了，也确实我们现在所沟通的每一个环节都没有问题，然后也做了报告，跟我们里民做了报告，我们才能封。这个要千万要拜托。现在这个时机点说真的，你让民怨一起来的时候，去甲你动你头前，你喊时间的话，时间那个才是头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事先。拿出我们的诚意，让大家感受到说，咱交通部的做想要做，也确实都拿出诚意的，该做的、该沟通的、该协调的，咱拢做啊。铁道局嘛听取警察局甲里长的建议，将会伫咧替代道路设置交通义工以及号志，互交通不便的问题降到上低。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第二份节马上带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也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
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软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置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安平凯大天后宫所主办的做16岁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21档。除了遵照鼓励仪式以外，由新任主委卢有理、总干事林国民带动创新，特别加入青少年介意的扭蛋元素，要让做16岁少年朋友会当欢喜当大人，扭出新希望。台南在地传统活动做16岁，这几年拢吸引了侪民众来参与。其中由安平凯大天后宫所举办的做16岁活动，今年也迈入第21档。这届将传统的仪式结合创新的想法，打造10道的关卡，要让参与的青少年趁机会熟悉安平的在地故事。这届伫新上任的主委甲总干事的带领之下，特别伫仪式当中加入了扭蛋的元素，希望让所有来参与的民众都会使欢喜当大人，扭出新希望。他们年轻的这一辈有一个新的那个气象，由我们那个林总干事他有用这个欢喜转大人，这个扭转新希望，用这个扭蛋来转换他们的另外一个人生，因为他们也接着要进入这个成人阶段，所以要给他们有一个新的希望。我们这个主题叫做欢喜当大人，欢喜当大人。扭出新希望，因为每个人都想预测我未来是什么。我了留掉，是不是我当了总统也不一定了所以说我们是扭出新希望，希望再用扭蛋这一个经过我们妈做加起扭蛋，能够扭出他的新希望出来所以我们这一个新的 idea 进去，新的观念进去，就会将我们安平的一个做16岁，就会充满的喜悦，充满的很多的惊喜。这盛大的活动也让安平地区的立法委员、议员甲区长拢亲自到场支持。邀请市民朋友来参与这个安平地区的盛事。即马做16岁已经变做咱台南嘛，一年一度真有特色嘛真趣味这个仪式这个，互咱的囡仔我会记这特别的囡仔小朋友参加因仔足欢喜足快乐的这样把咱的历史传统安尼一棒接一棒传达下去这个方向是非常有意义，包括像我嘛做30几年前我嘛做16岁呢。16岁当工都鞋啊、袜啊、内衫内裤到帽啊，规个拢是新的，就是焕然一新。这慢慢的到现在到这16岁，阮安平凯大天后宫互咱一寡咱这16岁主题来到咱妈祖宫，经过招母宫，就是讲你已经长大了，你未来由咱妈祖过来甲你保佑一路会当安尼顺利。寺庙优质的代表，我们开台天后宫一直以来都是走在前面的尖端，不管是我们的鞭炮的释放他们都会很愿意的来配合我们。那今天在这个16岁又融入这些新的元素，对于我们安平的寺庙优质文化来讲，是一个新的一大步。而且我相信在台南来讲，有这样的新元素加入的，也只有我们安平开台天后宫才有。那也希望透过今天希望大家都可以来我们安平来做16岁。主办单位也邀请家长甲青少年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个一年一度的机会，做伙来为家己的16岁留下特别的回忆。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第5届世界杯小棒锦标赛伫台南举办，来自全世界12个国家的选手，将伫全新的亚太棒球村展现好球技以球会友。25号的开赛记者会，希望让世界各国的选手感受台南的热情。伫今年宝可梦的主角皮卡丘的可爱舞蹈开场后，也象征这届世界杯小棒锦标赛正式开跑。这届将由12个国家的代表队做伙来比赛，市府也特别安排12间的国小担任招待学校，并送上纪念品给各国的选手。
记者会中也公布了今年的冠军奖杯，同时这届也将要伫全新的亚太棒球村举办比赛。市长吴伟霆也强调，整个强调的硬体拢无问题，也欢迎全国的民众多多来场为选手加油。今天很高兴举行我们新球场落成后这个 U12棒球赛的赛前记者会。我们很高兴硬体设备我们都完工了，然后这个软体的设备我们也完成了，但接下来就是选手的表现了。我们希望我们的选手，尤其台湾的选手都能够有最好的表现。那大家 U12能够各国的选手带来台南，了解台湾的美，台南的热情，台南人的热情，这个部分是我们热切期待的。这届的赛事将要对26号比赛到8月4号，除了台湾甲冠军赛需要门票以外，剩的比赛拢是免费入场的。市府也有安排公车路线的接驳，除了精彩的比赛以外，市府也将会伫无比赛的时阵安排丰富的导览活动，互全世界的选手拢会使更加熟悉台南的在地文化。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在云底将准好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的几率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7月26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